后来有关世界棒球经典赛，讲国家队有袂少的选手拢有第二专长，像曾丹中吾、就俊敖画图。伊甲即届伫日本东京比赛的过程，甲感动的瞬间，拢画出来。网友学到讲，伊是互棒球耽误的画家。还佫有孙怡蕊真爱摄影，即届到日本比赛，就翕100外张的相片。 古水的鸟甲落落来樱花，还佫有伫脑海中成为支持力量的音符。WBC 国家队的选手孙怡蕊选择用相片记录家己的生活点滴。伊2023年加盟日本火腿斗士队，一个人伫外国拍拼练球有用的时，利用影像收动生活瞬间的感动，变成永远的回应。我有一卷底片是，我专门在拍那个底片相机，所以比赛跟实习可以用这种。 会比较留下印象的东西来记录之时刻。提出底片要有心爱的相机，就是这个文青的物件引起网友的讨论。因为伊进前接受访问时有讲到，甲学长分享相机，嘛甲因讲会使用文化币去买。反正讲因敢若唔知影啥是文化币，网友伫笑讲，因为国家队这个大学长走了超过年龄的限制啊。不过除了影像，文字力量嘛真要紧。然后前几次文化币我都拿去买书。 村上春树那个呜那个上下集也是用文化币买的。对，日本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作品《甲听风的歌，伊拢有买。伫球场追求速度慢落来生活，为摄影甲册中找出兴趣。毋那孙怡蕊尔，国家队的投手曾丹中国嘛，互网友发现这项才能。 真专心伫平板电脑咧创作，即摆特别用画笔记录这段伫2020年 WBC 国家队征战的珍贵回忆。以陈杰宪、陈玉成以及费尔彻为主要的人物，背景描写着教练团的身影，佮特别加入印象贴出这届比赛队友球衫的图，被称之为是好棒球耽误的画家，甚至佮有日本的媒体曝光，这里外球员一个人伫外国将思念甲情感投入伫艺文的创作。 互大家看到因除了高超的球技以外，还佫有随着世界去比赛伫外国生活的点点滴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